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客家新闻插枝。今年3月的是台湾研究公司最美100报价数据年呢，营业也爱买下的哟。一礼拜嘅节目从期中亚台美农嘅记者曾粉之制作嘅再见演上专题报道，带大家来回顾年内嘅历史，各项看下无年内嘅美农。台湾开始有人种年内系对日本书嘅意思。1937年，美农家长林恩贵同伊好朋友林春义向下推广来种，可能在卖制土嘅保证驾驶数据，贵太出名美农人向下落成去种年呢，种到千块家下有2000立公顷按发到，美农都会秋天寒天如贵太片强悠悠嘅，故所有人讲美农系养上。2016年，财政部正式宣布唔会过数本土养的嘢。台南台湾寒天嘅日头底下，养农嘅心情改复杂，爱同养的讲再见。南台湾东下條日頭同樣天曬一定受暖，去年松樹節前種下嘅人呢，差唔多100日嚟，特別有肉，看起來又鬧。盲頓化不用見嘅富人家，一定面頭睇責任呢。睇人現度，人嘅爛米同鹽夾夾嘅野油，打造出嚟美濃嘅養生文化。因為有鹽油啊、鹽啊，後生人冇做呢啊，而家做槍的呀，像做同埋都有乜嘢貴死啲鹽咧，個槍嘛。啊，個有種雅典的嘞，看看你嘛，做啲食材做，種雅典的啦，摘多瑪多啦，家家做呢食啦。哎呀，家家老人家個多錢人哪會做呢食啊？後生人辛苦苦唔係啦，我做呢我做東西啊。唔錯你飲哦，唔記得後尾安尼鬧安尼揾飲多樣嘅，飲多樣嘅。干要處理咯。不要貴嘢又好，用手水洗，碌家嘢含鹼風洗下也有味。不過啊，你水就會做老老啊嘢。你啊，一個你咩飲啊，你騙人講啊，你啊做大不完啊。哎，好苦哦，苦死你哦。这里放。我放下去的时候太黏了，我就这样。哎呀，快点忙啊！哦。富人家摘下來人呢，睇困咗一包一包以後，我去教幫南嘅人比上火柴。每種路上人呢，我比一下失敗，安尼抄下來，再用嘅摘住嘅人，咪去講一3分。我就講咯，嘛係台本有啲條數啲嚟啦。有呢條煮啲愛包啊，係啊！而家包呢度公斤啊？包差唔多。好。攰咗下擺隻請咯，下擺隻搽咗先先，我都佢搽咗咁樣腿啊！其實有保養，你冇保養咩？拿咗嚿隻腿啊！咁我創業幾下做冇來咋？起碼貴水木嘅，起碼咩都租件嘅，依人咧別租件，哦，弄出暗烈啦，不會帶下。呢條錢係邊啊？他辛苦，冇法，槍唔得。有冇法槍？哎呀，讀書讀唔人嘅。你要冇看的。冇啦，畢業。啥條件啊？你有一個呢？台灣由內統中人呢開始睇日治時期，1913年總督府技師從歐美考察歸到台灣以後。從一位皇室的人中睇花蓮的教鄉之中。1937年，美濃的家長林仁貴同好朋友林春義，看到眾人呢天窗不賺錢，千山萬體美濃推廣，
冇多3年，民农就幫台灣總督府列做煙草工作計劃。就安尼80年來，一直有千多人睇民農種煙呢。我很少聽我阿爸講，伊從英國白到從出也係一個好朋友。伊當時都說從日本人嘅推廣啊那個煙草嗬，都引進來民農。煙草嘅收入嗬，都好差一個10年，第3個月哦，需要不要問題嘅以後哦，按那個收入包個問題，並且政府對那個煙草嘅價格嗬，有一定嘅保證價格。在1913年的時候，日本人就從他的本土引進黃色種煙葉來台灣試種。那隨後的捲煙的製作跟香煙的販賣都是透過專賣制度來執行。那台灣光復以後呢，那政府還是依照這個專賣制度來執行。所以你要種煙，你必須要獲得一個政府的一個許可。85歲林正昌數辦改好時段拖拉庫達，貼過為一期又一期嘅煙頭，同在人保衛火柴開出了一條路。而喺連隨意第6個禮夜，馬喺十兄弟地帶還有睇種煙呢。緬甸也時節，伊就從帶兵去屯營上戰的大將軍，兩隊責任師傅睇煙田作戰，聽到清楚穩穩的指揮，確保為當日的行通一切順利。根據台灣研究公賣局嘅局址指出，1974年民農種煙的面積達到2235公頃，今年的煙田面積係種煙歷史上嘅最高峰。種煙的戶數有1791戶，佔係全台灣的1/4。煙上民農的名聲就按呢打出來。不過到2017年，民農煙田將存到107公頃，也咪改變了過去大面積時期煙農鄉下搞工的種煙。行道的水面已經轉做16人組一班的責煙梯隊。咁樣安排人責俾你人啊，佢係咩？佢講創建責我哋人都係咩？係咩都講啊？但係我責，我嚟繼續演戲咩？要賺呢咩？要賺呢啊！人都我帶賺呢啊！係把賺啊！眼就冇搞過啊！全部眼都搶管嘅，眼搶個管搶用水嗬，責管人都話你，係搶做咩啊？眼想按多人咧嚇，我冇人搞過，多考管員都冇做，免責嘅人嚟嘅，變咗貓人。啊，做乜會貓人啊？我冇人做嘅。用手嘅，全部貓人。人呢就無田搶糖多，嗶嗶啵啵嘅責任上，原本甜青嘅農村變得一定發跳。不過人哋重建喺財政部宣布停止輸煙嘅以後，將會抹黑。面對大環境嘅改變，就算係像林正昌安尼煙田大將軍，嘛係千無格殺。唔係咩嚟嘅，唔係咩都錯你係㗎啦，多路啊嗬，唔咩就好啊你係嚟，佢浪費，炒又好，飲又好，浪費啦嗬，冇法啦，但係管咪真係冇拉做嘅啦，冇拉做嚟管嘢，要咁樣啦嘛。而家還有大幫種煙的，人有錢啊，冇種煙的有錢啊，還有嗰種按多呢，種30年呢。冇種煙都那是公務，你咩經費公務咩？種煙都有播種咩？按照社種冇播種啊，咁樣啊。咁你自己會想種冇呢？還有種都會種，冇好種嘅都沒法吧，政府不讓你種嘅啊。煙葉會吸引人，就是因為它有固定，它不會像是種瓜啊、種那個菜啊那種。今天沒有台風吹了，沒有貨，它價錢很好。可是它這個是固定的，你懂嗎？你種越多，可能就是會有得賺。你種，現在我們政府就給你們控制到一點點而已了嘛，啊，就根本沒有利潤啊！你種一點點沒有利潤啊。一分天要種一道頭，價格也更算好嘅。講也種得本多種，嚇啊，甚至我養會叫，
吼，啊，各位调过程当中，使用的皮料，迄价格全部都规划啊好好。所以，喺情况底下，吼，造成你讲过去的闽农农民吼，喺种业的当中，佮依赖价格的指头，甚至依赖价格的输价。吼，长期下来都造成一个农民的性格吼，都变讲大家都好稳定。好，但是呢，喺工作上呢，都佮依赖价格的资费。好，啊，你情况底下就造成俺哋所看到讲闽农民个保守的性格啦。好，有时候会重一点，40多公斤都有了。才8岁吧。做事做一起拜，再让师傅做入肚鸡业。也时节，盐田的调价嘛，准备好一桌青参菜的盐的饭，为下半场的奋斗来补充体力。汤啦，还有咸菜汤。哦，哎呀，个呢？那个嘛个呀？这个猪肉咩？哦。胡萝卜哦。要不呢？这边。胡萝卜。来哟。呀，看猪肉挺无力哦。加不好哦，加不好猪饭。没有，没有吧？菜有。你看哪个有空？當豬要3個嗎？係要推啦，我推有條ขา。18位就會咁樣做事嘅，對一啲火柴行嘅人呢，一群一群喺辦到引流前嘅無行，準備團結起來。睇環境唔係清好嘅農業時代，人呢獨起民農嘅農村經濟。1960年，一公頃面積成山嘅造園呢，年收入差唔多係46000元，嗰時嘅公務員人嘅平均年薪係26000元。到1976年，一公頃嘅造園呢收入係13萬元，也公務員人嘅年薪差唔多係78000元。按呢經濟效益，本人能有機會買田買地，穩定家庭，創造屬於民農嘅黃金年代。我冇錯啦，你睇就係人呀，做咗冇錯就人用創成，過幾年幾年加個人咧，人都估人個睇。實在人攞人就用都蠻好啦，可能夠5萬人，才把人哋好嘅，鋪啲個石下，用咁人咧買啲咁人，就叫佢買冇法嘅，人哋好。而最初都來說的是有兩棟燃料，後來從事種鹽的嗰個，因為鹽那個水比較穩定咯，而依家都記得都從2棟慢慢的擴張，最多是10棟啦，已經把那個鹽儲水入邊嘅那個鹽哦，只係說啲都他們講買土地價買，每人就話我而家買一級買，後來還是說啲個係都要買到10個級出來。當面親手看到暗藏人嘅日頭，連冇嘅老人料就像日頭落山嘅風下，見奶奶看起來一定講實。可能馬地底也係最後一人勸人呢，用力同大門打開來，可以從天橋砸下來人呢。一個天秤買嚟咩？哦，買嚟都一邊解嘅夾嘅，哦，邊係計運意來，哦，運嚟要再貼解尺。啊，你叫我貼多層啊2層。哎呀！有人夾人呢，有人同人呢送嘢勸人識，責任辦合作嘅人當然唔是在講乜嘅，就地得下一步樣做。因為接下阿爸事業，林正常對民農種人呢條來面去據了解，而用1世年來看種人事業大部民農人的好光景，嘛前面鼓做到種人的最後一年。也最尾一批的人呢送入為勸人識，林正常唔但係看到種人的好光景就安尼結束。
自家将强水养嘅后上水业，嘛停顿安尼过佢哋。喺经济自由化、贸易国际化嘅影响之下，台湾喺1987年正式开放外国人嘅进口。到2002年，台湾加入 WTO， 台湾省研究公卖局改制作台湾研究公司，今年每屯研究专卖制度废弃的，中央呢对专卖许可制改做合作制，虽然里面透过正式协商，引入有碍嘅养人。不过，贵仓铺如系帮忙嘅金黄色的叶白按好嘅光景，做路乃唔好自由市场嘅竞争看唔到嘅。打开宣言式嘅睇门，看到为闽南人感觉一定讲用嘅经验漫长。哦，有个嘢呢，摘嘢呢入来以后，经过8到10年呢。哦，一个宣言的过程要出来，就一个金黄色的人呢，变有一个糖改上嘅糖上面，哦。哦，人呢经过3年到4年的黄变，2年到3年的固定，按2年的中国的烤制以后。之内宣言的过程就按你来完成一种出现金黄色的原液。3月初，闽南盐田全部都是无叶，然后盐呢喺变为2三日以后，米是对最头先的同乡米，转做略略嘅清甜米。61岁做政府，出世时节都开见睇中盐嘅嘢。对对一项从细看到大产业，有quite难讲出来情感。产品面试就值得特别人呢喺大世界的国土。一个面试吼，个商铺嘅入嘅，一面试个重，嘿，眼你术语讲得比较好。一个吼，一位上嘅较大下吼，个泡，一皮要再比条到嘅。要再上解皮嘅，一个人嘅面试吼对个大下，再个上来，也面试引来引重，真盘嘿。睇呢條客，全好人呢看起來鹹奶奶，一定嬲，而係按導人落木做條巷，帶頓香味嘅指標位。就喺睇春分前嗰閒嘅時節，主政府兩公婆一邊檢查人呢有偵查冇，一邊走幾天做好救人以前嘅分級。睇香香嘅空氣度，主政府對宿舍嘅同人呢散開來，就將人體嘅同指標嘅散開來算前樣嘅。按呢方面看起來咱們等一下。睇研究專賣赤兔閒錢飛的人台，研究係鐵器嘅作物包裝製作。人農者同人種好公賣叫做嘅來數，唔是炒飯愛賣到奶。做政府所講，人呢唔但搶走得揾呢到指標位，公賣叫限位幫人農先加9元錢種田，幫4年嘅註冊，因為要按主導嘅照顧，而嘅4年嘛順利從研究所畢業。之前公賣叫嗰度管制啦吼，但是對一個人農安尼吼，安尼一個資金嘅調度，安尼講調度啦，就一資金嘅運用有嘛吼，佢貼心啦。前一代許可迄個吼，伊8月份就開始去辦理一個借款吼，伊聽咧付啊啲8月底9月初有嘛吼，錢就下來啊，就不能註冊嘅，啊不能去買皮料，不能去票田嘅。伊面就是冇乜嘅那個學過嘅，他們愛平常高雄讀書啊，一定是都會愛稅務嘅咩，稅務嘅一定都愛房租愛生活費，但是農家業個一年靠兩季嘅個農家收入嚟講吼，收入有限，而每個一本身嘢都要讀書吼，實在無法供給一個安尼金錢，所以如果一年要從教人的收入更多嘅錢話，佢留下來叫生意讀書。
4月15日落去从春意，一台天满盐包火车，兼上的篷布，是一杯凉山九烟厂。也从闽农地区为含有体素烟的九烟厂，批顿烟农行到最尾。出道的条前的主政府，早晨5前7點就從陸下出發到九煙廠救人呢。一批批金色的人呢，睇打包過後變做金磚，每塊金磚順頓空白啊送到嘅甘甜的蔬菜，等研究公司評鑑人員來打燈。后一的。啊，中年的呀！你反正发表意见，也拢可以遵从安尼咧，安尼咧。我中啊冲脚哟！该也错下来咩？错真在该起皮来。都係草腳嘅地鋪，就係設計17屆。最後一擺救人呢，人農規模嘅實設計睇小設計。開就過嘅吼，寒冬天來嘅時節咧，一種家長嘅咧，一個吼精神上嘅安尼付出吼，一下會表現下來，還是感覺講，人生總是要接受一個階段嘅事實，一個階段嘅結束嘅事實。哦，按今年，第一隻嘅感想講，嘢咧就安尼結束嘅。昆頓空白啊人包，一杯杯送上土茶。路卡中人呢，總係一甲子嘅主政府，從今日起始，就唔是在中人內名人的嘢。加工各位人士，兩下班就1萬的資源度，全自動電腦化資源作業，每分鐘做得生產7000件以上。入邊係台灣研究公司喺屏東內部嘅研廠，還係國產老牌黃松樹同品牌人檢討內列的生產蔬菜。最近這幾年為例的話，大概是1公斤的青煙大概是206塊左右，但是青煙每公斤的青煙要經過除骨加工，這樣換算回來，如果是1公斤的乾燥後的煙葉大概要343塊左右。加工後的國產人士每公斤要343萬元，香港登記被加工完成的進口人士將賣146萬元。本國人士同進口人士每公斤相差為200萬元，賣國產的自然順貨。台酒公司指出，1987年台灣開放洋人進口以後，數國人把人習慣西化影響，市場向台灣自家生產的煙呢，能存到27%。早期呢，煙在市場上呢，在45%一直往下滑，滑到目前已到今年，106年呢，可能在滑到已經是在27%到26%之間，26到27之間，所以一直在萎縮，吸煙人口一直萎縮，然後呢，包括外來的廠商那麼多的競爭，競品那麼多，對於我們呢衝擊也是這麼大。遇到顧客市場，台酒公司馬次看到調整自家生產的飲品封面，米白資源會加入進口的煙草做原料，以及國產煙喺本土煙草的使用量冇到18%。有印度、雲南、巴西，這個辛巴威本土這邊呢，阿根廷，甚至還有很多，我們的煙葉是用這麼多的國家的煙葉而來混合。我做這個廠樹，係台灣本土嘅廠樹嘛，並唔咩嘅。所有煙草呢，都
进口的烟草做出来的东西，都讲啊，以本土的品牌再来卖给农业市场。啊，以其他人来讲啊，吼，烟草啊唔做的都来用，吼，撇嘅的品牌啊，吼，国泰牌子的做我哋台湾行销，因为目前可以政府呢完全呢冇一个思考的问题，都讲啊，哦，像未来性，安尼一条东西，包括藏书今以后的天味，要用进口盐酸，也要用本土盐酸。请冷静，请冷静，请冷静，还有放。用人开放进口以后，共卖出1年所减的总人气候面积，为加入 WTO 做准备。烟农上的总人呢，请各种的方法技术挨得下去。你准加吗？唔爱了，没，你在开屁做。2001年5月27号，烟农上头抗议，差不多有500个高频烟农持球费的会员，从4月台游览车，票也上北研究共卖区。抗议明年减少为救援政策，就是说他们今年给我们说一甲规定，我们只能强迫我们减掉3分，你知道吗？如果说你们的薪水的话，你们今年是5万块的话，他给你们减到2万块，你们可以生活吗？我们那个公卖局也无能啊，改进社啊无能，人家日本的那个什么7星的外销市场那么好。啊，我们台湾的香烟，我们台湾自己人都不抽我们自己的香烟，还一直抽外国烟，表示我们政府的那个官员都无能。啊，我们现在已经被搞得快要没有饭吃了。我们本来巅峰的时候有12000多甲，现在已经剩下不到4000甲在那边了。啊，现在还要停更啊！台湾喺加入 WTO 以後，人哋變做係辦嘅作物，冇再受到鐵器嘅保障。2001年以後，少部分閒錢離人嘅農民繼續透過政治協商中人哋，古停頓政黨輪替，人農貼票減少一度人員。煙草事業生產協會嘅理事長李偉陳明文認為，每年大家煙草嘅自由進口，人農必須要認清現實。最後喺2016年，有請嘅台灣研究公司最大股東財政部同相關嘅單位協商，冇再告訴人哋，還要用1公頃60萬元嘅利潤補貼，結束嘅80年來同煙農嘅合作關係。民國90年的時候，因為加 WTO， 那我們已經政府補助到每公頃105萬的補償金了。那這一次還能夠再爭取第2次的補償60萬，其實他們都很高興，所以這個方案已經報到行政院，已經正式核定了，所以今年就算是這個N9公司跟我們煙農的最後1年的離煙政策算是已經算是推動完成。國民黨也好，民進黨也好，也是政府一做底下一個台灣人對於不利對於社會干涉，但是也對產業從事各種產業的農民也兩黨的政府比我個用心去改變土地或者是個醫材，或者是教育，甚至於傳達對於慈善事業，當然一種態度得過於投機從過去到現在，政府在面對國際化衝擊，並冇做好長遠的思考。因應 WTO 以後調整的台州公司，麻木因為離岸政策變得過強過大。17年前擔任高屏煙農持久費總幹事的邱國研究講，中央產業的慢米消失的唔單係萬國公開的煙田文化，也嘛反映出一啲國家對本土產業冇長遠的規劃。慢慢到基層做上做些農業，等同就會調得本人溫和，本人淘汰對象。
台湾加入 WTO 過後，自由貿易為主嘅國家政策，使至到農村引來一模發展嘅力頭。民農東嘅當中，為2000人公頃嘅鹽田，及無愛樹鹽嘅嘢，都空出的一大塊。一路以來，意思國家政策叫鹽嘅民農，無係公賣區樹嘅會保護嘅，按用嚟行下一步呢？人哋來對中亞嘅鹽田順後，也個偏北國嘅嘢，寫落拍的看意思。哇！它的屁股有扭扭。对啊，你看扭扭扭。搶出一隻樹嘅田橋都嘅細路拍就做得強強鬆鬆綁起來。睇民農朋友路拍股東會嘅發通，從各地來嘅家庭，能頓鬆鬆嘅沙泥，享受態度是難得一位田園時光。細細路拍田綁出的一串串嘅歡樂聲，讓出的一代又一代嘅童年記憶。拔蘿蔔的時候有點重重的，然後拔起來以後就很好玩，一直要把它放着，然後放完全部弄完以後，就要把它轉，把它帶回家。美濃這邊有一個這樣的文化，還有它的白玉蘿蔔也非常的非常的有名，所以也透過這個活動來做這樣的參與。讓孩子能夠有這樣子親身農家的體驗，對啊，碰碰泥巴啊，這樣子。細路拍本來係一般人家為種到鹽田邊成嘅菜。2006年，苗農會嘅黑白菜鐵沙灘，第一擺期盼綁路拍的發通，大量消費者行入山體，認識到苗農人從細看到大嘅農作物。2011年，農會調整策略，期盼朋友路拍股東會。透過股東會同時減輕農村千萬人來填樹嘅壓力，也嘅發通馬幫人同土地嘅關係緊接起來。消費者可以來到民農，然後親自帶到也生意呢，甚至也按到人來嘛，也爸爸媽媽那個3代同堂都帶來哈，然後來到民農一塊土地，然後綁路配嘞。我覺得其實某些程度上，它拉近了消費者跟生產者之間的距離。那本歸多人透過蘿蔔認識美。好多歡迎嘅股東會大部分他家人上陣來買。喺秋冬旱天嘅季節，農民會同路拍地最多農會提供嘅細路拍機做 SPA。太乾嘅水見重見細，官員都行嘅草位嘛見粗。本地澳洲做嘅細路拍，變下像樣樣嘅按下拍。按呢一邊，而同一般看到嘅路拍地就冇樣樣嘅。後來他家又開始問，按樣嘅來種架條馬雞，天係南位邊會放？頭擺吼，因為一路拍咧咯，種嘅體驗吼冇中國嘅好嘅，吼，不所以講啊，而種嘅數量冇咁多，吼，家家平時就拍家本嚟食，吼，一幾年咯，因為咯講啊，透過我哋路拍嘅股東會，吼，一個行銷模式，吼，吼，打上嚟講啊，民農嘅路拍嘅名聲，吼，從以前咧，我哋喺台北市場，吼，從11公斤20萬元多1公斤，最高價俾到70萬元，哦，而家中間咯，因為經過我哋咧，吼。前4個分級跟包裝，哦，變成了精緻農業，哈，那有按好嘅價值。新鮮的蘿蔔的農業產值，哈，其實冇幾多啦。2幫人家算起來啊，哈，差唔多都5-6千萬左右。啊，唔過呢，其實我哋係有幾多用加工哦，用嚟加工，像做蘿蔔角，也係尤其按到人嚟做幾多肉蘿蔔。這些醃製起來的，就是加工品哈，其實它的產值是非常高的哈，青菜酸了都會低下1安尼。黃新華，來點熱情的尖叫聲！獲得我們的冠軍，已經連續得獎3年嘍，品質非常的穩定哈。照顧番茄。2004年，西同馬島引進嘅民農，一種食起來有甜有料料嘅酸甘嘅米絲。一年創造為6億元以上嘅產出，200公頃嘅種植面積，親家就立上嘅鹽田唔地嘅種麥嘅味價。同馬島種嘅面積擴大嘅，消費者使用安全，冇去停嘅少，為咗鼓勵農業提升品質，從2013年開始，苗農會舉辦嘅西同馬島比賽，
也從每個人都有希望，每個人都冇把握嘅研究態勢，每年超過30位選手報名參加。我們要感謝老天爺啦，因為今年氣候颱風過後，氣候非常好，而且它的結果量不多啦，所以說它的糖度都比較高。因為安尼比賽有透過3個集團體力和田徑的審查，希望個田徑嘛管理比好，包括安尼個適合來做觀光過園，來做準備。田野部分就跟農藥殘留嘅一個檢驗，好希望我透過個檢驗，讓安尼注重個토마토嘅一個安全性。個第3個階段咱嚟講針對口感甲邊外觀嚟做一個比賽，好希望我透過3階段嘅一個比賽讓安尼種토마토農民朋友可以更加提升一個品質。睇中人面積縮減嘅條件。農民有話無法度講出來，明日食水唔得，路線百度上嘅潛度喺中麥嘅個好。中共一記就係無上嘅離開陸卡，上嘅同陸卡人睇自家土地安然吃菜供應地。在摸索中尋找出來的出路啦，也不是說一下子就發現說什麼東西是可以讓我們有所發展啦。各位主要也都有你中都唔會差。各位農民嘛，立志導向啦，反正你看到你種到幾好，各位加上有產業本意咁樣唔會差，所以農民嘛見到都見到啊。52歲黃先發，陸下有中國人呢，對民農業無人的好種嘅無格殺而甘肅相當深。西토마토就像田公也輸幫民農業的福氣，幫上嘅前海半農村帶來希望。個以토마토嚟算，토마토以唔到嚟平均嘛，都以4000斤嚟算，各位個均價是都70萬元咩？4028，個大概有28萬，扣除成本可能還有10萬元上下的利潤啦。可能見下一個來年啦，一個講減的啦，以調工業來改機啦。一般下單呢就一定要下牙，聯絡電話、地址。面對全球化衝擊，農村搶花唔到亞美，送自家肢體到外藏土生法，慢慢都一定有日做得歸到陸卡。36歲莊子芬同青島嘅後生人共樣，大學畢業以後自家留一條都市這條路。10年前為到幫家庭嘅生活過正常，一同家講好向下歸到農村生活。因為種西토마토產業興起來，村外種嘅後生子弟想要歸到家鄉，馬上安尼都會得發展嘅機會。特別是上班。上班別人講拖回家的，講我們用上班，有時候上班是時間就責任制的，有時候上，有時候下班的某天生意有個什麼的，上班的某天生意又唔見相，佢有相對來有一個問題，你看咯，從那個來的，阿爸沒有了，以後沒想到歸來，我想冇乾脆就歸來沒。民農有多嘅機會啦，如講村民有名家也歸來都比歸來種安尼都開始都比啲發揮都慢慢嚟咩，都見種可以種有18有安尼，有18有樣式樣嘅啦，都比繼續比嚟種西토마토嘅家私好，無行傳統市場出貨路線。透過直接基本營客嘅方式，同消費者建立長久信任嘅關係。見啦大部分人都會有一個通訊軟體就賴嘛，一般大概人都會有嘛。有變成人哋客戶啊，係講廠商買以後，都一個聯絡嘅一個方式啦。佢慢慢就講就打的，有時候天發講有天發錢，其他種就免費咩，唔是錢咩。睇後生人也推，同性軟體嘛變做莊子芬同30班人互相交換意見嘅平台。有人有來香港，譬如講人哋記載幾遍啦，人哋幫我記載幾遍，基本客戶有發生過乜問題，
啊，伊就抛出来，抛俺们一个族群吼，按俺们去讨论商讨，好，讲蚂蚁眼造成的，好来就宅急便沿挤压的问题啊，运输过程，好，所以也讲了没比迄啦吼。咱在下来同马岛去先托高，想去在拿到银下嘅天单，睇仲上以前行去再检查一摆。睇政府嘅和談，有人先過，有人仲上，三推同堂分工合作，同最新鮮嘅同馬島寄出去。也做些喜歡拍鐵後衛，人們幫太人腳到堂下看電視嘅聲音呢，還係做到和談，向下掉鬧熱。出貨前嘅工裝一定到，但總共還係做得分分地做。也係壯士份都開熱衷風景，地不要用錢都買唔到嘅福氣。有後生條間年都個好命個放心安尼，若是個家庭哦安尼啊，俺冇出去做啊，都摕到卡都做農嘅咩？咁有都有個好啊嘛嘅，都咩到啊？鼓勵下擺開到自家筍咧就哦要。土嘅時候咧，古嘅唔知乜嘅天光，古嘅嚟都係話，阿公古老喲，安尼吼心情較幾好。像一般農村人無法像老人家，也變個後生人也貴嘅啲，吼土地都係比做創新農業要嘗試。各位鼓勵做阿爸阿媽照顧得到，各位廿四年帶鼓勵做阿爸阿媽嘛有順利好土，吼外加安年化做出一個最少都講，一個農村地位，一個家庭有三胎強下hết吼，外加係咧對農村嚟講係咧一個好嘅一種家庭成分。部長企作嘅次數，一下4萬多人田面積，殺唔到地打破人類嘅工作限制，獨有嘅機會，打開嘅後生人歸家鄉嘅大門。美濃農村田野學會觀察，睇美濃有超過250個家庭，500個人投入同埋到事業嘅生產。像莊子份安尼10萬大標嘅歸鄉後生嘅，唔但倡議第二，對規個美濃來講，後人業時代改變嘅平陽上嘅農村體驗。工作習慣同兩代人睇耕田上嘅接觸。因為過去有個東西係咧滿天嘅產業，滿天嘛特別如果買啊，又係咧播數嘅產業嘅。所以聽一聽我哋後生兒舉例，其實係咧冇時嘅空間嘅啊。所以大家人咧冇喺冇種嘅方大家好處講，又過去企業有個產業結構都打破嘅，打破咗後生兒舉例翻，那有可能聽下再重新開始，嚇都常常都接不開田地嚇，都有開始而做新嘅農業嘅創新，那有可能性啊。美濃園咧種唔得咧，可是留下按多位嘅農地嘅面積，個美濃嘅農業開始嚟轉型，包括安尼咧種植木瓜、檸檬，啊，就長期滾延性嘅一個果樹作物，包含個安尼冬季嘅離作嘅作物，番薯蘿蔔、紅頭嘅、토마토，個包含安尼咧插秧作物，和大瓜、西瓜、長頭嘅、短頭嘅、辣椒嘅、吊菜嘅，啊，到一個農產品吼，就順着個啊個園農嘅一個轉型。好慢慢地應運而生。西頭皮咧成功推廣，為後人業時代嘅無落作為基調上，西頭馬島嘅經濟效益，分享嘅美濃人都盡土地行嘅強烈意願。要把看過去大義嘅鹽田建設，喺經過一行人嘅堅持堅命以後，轉化做花色豐富嘅美濃平陽。美濃會指出，全美濃36個省首辦，由27個係喺台灣加入 WTO 以後能成立，一條從公賣制度解放出來的路，一年年不足嘅鹽田留下來遺跡。安尼美濃嘅一個農業嘅產值啦，吼，本身一年差不多20億左右。可是屬於鹽嘅種植時期嘅離作嚟講，吼，安尼目前睇嚟講嘅，經過一個農業嘅一個轉型嘅時間，搶離作作物嘅部分就有10億以上。好過啊個還冇包括按其他所帶動嘅一個觀光嘅一個加成。唔管老人家也好，後生也好，種乜嘅東西都好，每一塊土地都有人家。我哋會發現，當你的農業收入其實穩定，而且還不錯哈，甚至比你提落去上班還夠好嘅時間，你會發現其實整個農地的交易其實悄悄的哈有緩和，幾乎貴勝於高業。就是漂嘅港嘅嘢貴多，可是你講買田其實貴少。你講無田不成夫咩？嚇，講唔有田啊嚇，唔到背，安尼差唔多都是歸來嘛，還有塊田啊，有塊田來時節，
都唔那摆金砖啊哈，其实农业还是最好发展的地方啦。像可唔是讲要散亡哈，农业完全啊哈，可是讲散亡啦，也唔係講啊哈，由下擺政府嘛幫助啊冇鬼睇啊。農業就會置業，田種就會起拍，種地秋田嘛係種地一類開發大致嘅機會。某種人嘅民農平庸，是一條準水卜卜滾流下去。喺做農嘅人，無論睇時代用嚟變，還係同競爭下去，你要睇自家土地好，睇騰產順。